一間黑名冰室咧，我覺得佢啱咗我哋即係香港人嘅口味咯，即係佢又即係港式咯呢度，其他太辣咗我就食唔到。我咁睇我隻眼都幾大。即係我而家影咧就係用 iPhone 去影啦，所以咧就可能未必係影得好專業咁，但係我希望即係第一條片啦都叫有啲嘢同大家分享下咯，即係我自己可以試下點剪啊，試下點播俾大家睇。因為其實我自己係中意用手機直播相啊，唔好話中意都未試過。咁但係因為我唔夠50個訂，60個訂閱咧，50個訂閱我唔夠50個訂閱，所以就做唔到住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可以多啲訂閱我，我有夠50個都開直播。我中意直播多啲嘅。